作為演員啦，近幾年嘅港產片嘅數量啊，逐年咁減少啦。你覺得仲可以透過咩方式去磨練你嘅演技呢？譬如我自己啦，我就會開始做多咗舞台劇。舞台劇嘅排練啦，同埋成個過程，絕對幫到演員一個進修咁樣。可能的確真係嗰個產量少咗，咁但係唔一定要成日拍電影嘅喎。即係我電影以外，我可以做咩呢？係啊，即係可能我踢下波，或者係我去做下其他運動。我去學一啲新嘅語言咁樣，你唔好諗住我因為要演員，所以我先做呢啲嘢。而我純粹想試下，唔好個路成日得電影先。咁但係我做咗其他嘢嘅時候呢，深刻嗰樣嘢可能幫咗你做戲，你唔會知，或者你成個思想放開咗、放鬆咗，咁對你演戲嘅睇法，或者你點樣睇個角色都會多啲面向。哦，你嘅思想都好成熟啊！呢個社會令到我咁喎。真係好可憐。